爱情，迄款该伤害泪稀，留下孤单该最爱。不会爱跳故日该命运，走神爱离开爱上，有原因爱袂转来。 流浪的心情，梦已来探路，世界安排，世界安排的你了强悍。流浪的错点，转来改正，那些马萨，让爱改变一辈子流浪。流浪的心。 进来。小姐，你喺坐船人伊送来啊？用点就好嘞。以后我去坐船，请慢用。哎，你等一下。你遐那位有卖拉炮搁鸡膏的无？拉泡鸡果的，佢橘子嘅店应该可以卖啊。橘子。佢厝外头吼，附近的一间杂货店啦。乜嘅杂货店？你遐边爱马鸡无马鸡？那伊啥人哦会冲走？嘅杂货店哦，出去做薯片，无2万公尺就看得到的啊，跟狗都亲得多。你讲我唔清楚，俺用啲乜嘅橘子的杂货店伫哪位咯？ 佢倒台用用的啦，俺为你带俺去。俺做嘛搁去等伊去啊？哎，也系民宿呢，唔系旅游中心呢，俺系父母生，唔系俺私人导游。我去哦，自家去。你遐声音哦，真给唔等一下呢，拽什么啊？来自家落去啦。凊彩伊啊！你做乜嘅啊？无啊，来整理银行的资料啦。平常咩什么整理嘅咩？来看，在看色情图片哦。哎，你用的啊？你没按出这么改？干咩给谁阿妹让你请么该麻烦？我冇看过阿毛狸猫洗妹啦，有毛片嘛？怎冇去插佢嘅？今日行安挨对伊出去买东西嘅。买乜嘅东西啊？我个拉炮给过嘅啊。哎呦，啊真有啲你去办 party 的哦。party，莫乖哦，那嘛给到东西哦。吼，清水嘅，都是节约变受现宠的啦。台子啊，来看你哦，真给他白目嘞，跟你啥都表示案清楚嘞，你看他们是咯。乜嘅啊？哎，给什么人主动表示哦，都会对你有意思哎，你唔知哦？你看佢哦，没对我有意思，对我有敌意。橘子，你找我？阿伟啊，这是我前几天跟春燕学做的鸡酱啊，你试试看好不好吃？怎么样？味道如何？大子，你也尝一口啊？哎，不，这是橘子特别为你做的，但是要由你自己慢慢去品尝啊。人家都表达那么清楚了，你也太白目了吧？哎，橘子啊，那个这么大一罐，我吃到下辈子也吃不完嘞。有那么难吃吗？
是不难吃啦，不过跟我婶婶做的不太一样，有一种特别的风味。啊，好像橘子的味道哎，这啊不应该叫鸡酒，应该叫橘子酱。橘子酱，我专属的。这个啊就是你个人风味的橘子酱啦，只要你啊稍微改良一下，多放一点果肉进去啊，摆在商店里面卖，肯定啊变成新的招牌商品。多放一点果肉，了解了解，我马上回去重做。好，拜拜。对，橘子酱，讨厌啦！哎呦，啊，哎呦。你真无礼貌诶！你无邀请伊坐我来顺风啊！亮啊，谈到一餐讲唔谈到哦。管你妈事情啊！你伫遐边过到一枪同好，唔会吵哦。你高中用的老有冇去上关啊？应敢有宿舍？敢问呢？那每一张嘢本嚟几多的人用钱啊？这係10年的事情呢。係咩？聽錯一度。迄吉他迄其送本嘅係冇，其實是送東西本嘅係冇。你都打用的啊？你要針對我嘅咩啊？你都打盲人啊？盲人針對你啊？想得美咧！我啊，迄人嘅男朋友更好，第一見面，我就打算去結婚，共組一個美滿嘅家庭。結婚？錯啊！假使男朋友跟我同嘅話，你生幾多歲你就要結婚？你也愛咁啲啊？當然唔啲，迄講啲到你做得結婚，我喺頭家做出來，冇人哋我啲鴉片，出睇我男朋友。頭家？你頭家用本你也愛啲人個結婚，聽足有理由嘅啊？你咁樣有 baby 啊？真嘅冇創意哦，乜人講嘅奉子成婚啊？我啊，老阿叔係真心相愛，佢相愛，佢講過後要供伊迄度嘅聲音嘅，等佢條太咧做得注意扎籃球吹。哈，籃球吹嘅，你部電腦都係用嘅啊？聲音嘅教育問題，你敢唔想過啊？你家庭唔幸福咩？我嘅家庭係唔幸福，不過我唔會按樣啲表態我對婚姻嘅希望。唔講樣嘅，萬個做唔到破壞我想我嘅幸福，就算係你們做唔到。關我媽嘅事情，萬一破壞你啊！請問？你好，歡迎光臨茶客遼谷屋，請問是要來住宿的嗎？這邊風景不錯哦，很漂亮哦。謝謝。那請問你是要來住宿的嗎？哦，不是，我是來找一個人。對不起。喂，我到了，在外面啊。你在哪裡？不好意思，請問客房怎麼走？在那邊。謝謝。喂，我到了。好啦好啦。阿干媽，阿干媽，我來買醬油。春雨，你上次教我做的雞醬，阿磊很喜歡呢，還幫我取了一個名字叫橘子醬，是我橘子專屬的醬哦。哦，阿磊的嘴好甜哈。春雨。
阿磊还喜欢吃什么？你可不可以都教给我？哎呦，你这样问我，我怎么一下子忘记阿磊喜欢吃什么啊？春怡啊，这个厂商给我这么多试用品，我一个人只有一颗头，洗不了那么多。你帮我试试啊！哎呦，这下我想起来了，阿蕊他喜欢吃姜丝炒大肠。姜丝炒大肠，不过那个大肠头好难洗哦，很久没有做了。很久没做了，那阿磊一定很怀念哦。哎，沈腾，警察，我有个事情跟你商量一下哦。我们家来了一个逃家少女，你可不可以帮我去跟她聊一聊？哇塞，哎，借过一下。春怡啊，你还想再收养一个，加上原来的5个，那阿磊哥一定会被他们搞疯掉啊！你神经哦，那是住宿的客人呐。阿蕊很好，小朋友很好，他们相处很好。后来，哎呀，走。哎，沈腾警察，那个逃家少女哦，我有听到。我有不小心听到。她说她要跟她的男朋友私奔，结婚还要生小孩，你去帮我劝导劝导好不好？纯义，这种私人的感情事，我不方便干涉吧？那女孩子还很年轻呢，妈给都唔敌耶。就像朵儿咪的妈妈啊，她年轻的时候为爱走天涯，爱上有妇之夫，然后怀孕了，硬要把朵儿咪生下来。好啦，那男的走掉了，朵儿咪她没有办法抚养，所以朵儿咪就到我这里来了。没担当的男人。不好意思，借过一下。我看啊，全世界只有阿雷是一个好男人了，只有他才是有肩膀的男子汉。我看啊，我是跟现在年轻人有代沟。春怡啊，那你同意阿雷跟女孩子私奔吗？哎呀，阿磊都老大不小，帮他赶快结婚生子了，去私奔。我知道了，春怡啊，我一定会努力再努力的。只要没有人跟我讲，春怡的愿望一定很快就会实现。局长，加油！姜丝炒大肠，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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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冲嘛嘅啊！你幾忙度哦？你幾忙度？你要買你啊！哥啊，你辦 party 啊？我冇驚我男朋友來啊，要攞佢分養啊！哎，還請貴賓來那邊跳舞呢，真嘅哦，精力旺盛。精力旺盛嘛嘅啊！外口哦，旁當哦，本期就興起來。哦。哎呦！哎呀，哈勇本領啊！那我有帶東西嘅聲音啊！哎，看到泰國去跳舞，跳摩拉拜，聊熊大的。不要再这样无理取鬧好不好？我刚刚真的没什么好不好？你当着我的面帮小芬擦汗，这样没什么吗？那只是礼貌性，礼貌性太过分了。争风吃醋嘞！真的没什么好不好？聽抽有問題，來看一下。說咩？唔是，哎，晨晨，你剛剛攏係出來一行行，有冇等下送唔出啊？有啲囉囉嗦嗦啦。不過，他唔好啊，今日出個女咯。我睇下先講哦，佢什麼係揾到混混嘅？佢青春準備去停業之後，偷偷去結婚呢？你按小可的事情你沒底哦，哎，什麼哦，真嘅很八卦。這唔係小可嘅事情呢。我哦，小可嘅時節就到馬來西亞睇嘅，唔知冇啊。到人嘅馬來西亞嘅傳統觀念點會度哦？
计细仔的老师妹，假使无经过爷外嘅同意，就做唔得乡下。迄讲哦，有神风，就算佮两啥哦，欢喜甘愿。哦，要生意，计细仔计片哦，乡勇有可能会失到官司诶。你哪有按严重啊？佮都请一堆小情侣谈恋爱啊！哎，二老系送袂都穷样嘞，太过担心嘞啦。其实哦，阿春伊个担心也唔系无道理嘅。也好，青岛嘅小朋友根本就还忙啲，马甲用到爱情，就头沉沉的想要结婚的。跟有啲乜嘅爱情啊？就系因为爱唔伫啊，姑嫂怎会老乡下按多年嘅男朋友分数啊？你下头嘅小爱嘿？嘿，爱老嘅情义要穷样啊，爱小义要等于小爱一家咩？讲的嘛嘿？唔过吼，讲真嘅呢啦，爱情云烟掠个后生情侣呢。哎，你想看呢？咁喺抢拖夹到嘅颜色嘅世界，而你嘅爱情哦，怎会按勇敢、按硬好？因为哦，每摆输过上海嘅蛋呢，就见来见去。要想爱谈一场轰轰烈烈嘅爱情，又会讲输手。唉，一代人嘅世界吼，真嘅系矛盾咯。唐尼亚基发意思，迄本上海国嘅小妹，伊冲不少哦。哼，冇可能啦！那从头到尾哦，都冇老爱那啥女朋友讲过会攞佢结婚的啊。嘿，你按冇生意哦，难怪哦，你嘅女朋友会嫁本骗你。哼，你哦，没冇比俺好几多啊！一金子吼，虽然带啲输红嘞，唔过人心哦，你叫我走太累啊！哎呦，哦，原来人家恶晒晒哦！那你系咪想啊？哎，那迄上个天数你哦，实实行出了失恋嘅阴霾啊！按样怎做得啦？让接下一则恋情吗？什么你哦？假使这对情侣吼结婚啊，因两啥做起来攀龙攀羊，咁要踢路？你想太多。咁会？我咱讲，两个后生人吼，做事情都唔会想的呢。你假使哦，唔卡做点准备吼，到时节啦七手八脚，跟然后绝对唔会满意的啦。哎，因为闺女做个衰梦啊。哦，你还用看起来亲像个人来จิ้呢？来จิ้下，你想太多啊！讲笑的呢？哎。太子，你真给唔认识个小细妹啊？你做乜嘅吃到眼睛死佢啊？你刚冇吃到，佢对你嘅态度挺特别咩？特别嘅差。青葱佢头摆都认识你诶。你靠电叫唔系你请叫头摆女朋友咩？无聊。迄讲哦，你真件嘅衣服，做乜嘅唔直接去请佢啊？请进。哇塞！你们今天下午在干嘛？哎，你们今天下午打架啊？怎么搞成这样子啊？没有啦，一点小争执而已，没事了。我们马上就要结婚了。你
就是这个文文的男朋友。对啊，怎么了？你们今天下午不是还大吵一架，现在又说要结婚，这中间未免变化也太大了吧？你们到底是说真的还假的啊？当然是真的啊，对不对，阿生？文文想结就结，我会尽一切照顾她的。哎，你才几岁啊？你有自信给一个女孩子幸福吗？我有自信啊。好啊好啊，结婚了当然可以啊。我们家的朵瑞米啊，还可以借你们当花童哎。那这个媒人婆啊，就是我婶婶啦。啊，真的啊？哎，你们真以为结婚这么简单啊？那结婚后的生活要怎么办啊？我过不久就要去当兵了，文文可以靠打工养活自己啊。没错，我可以好好的生活，等阿生退伍，对不对，阿生？嗯。哎，那万一你有 baby 了怎么办啊？你打工的钱够养 baby 吗？还好吧，你也想太远了。这么干？这个2位即将结婚的新郎跟新娘啊，我个人认为呢，以你们现在这个年纪啊，还不知道生 baby 的时候，所以啊，我劝新郎千万不要被新娘给骗了哦。怎么可能被骗？我们都是大人啦，你不要太担心了好不好？唉，我才不担心你们呢，我现在只担心啊，我的灯泡不够换。哎，你们2位啊，下次吵架可不可以换一种方式啊？比如说，先发脾气的就先亲对方5分钟啊。你还真有趣哎。差不多了，哎，大志啊，其他的你收拾一下啊。啊？好的嘛，要不然我收拾。大志啊，小心这些气球啊。用甲散，来了几条路笔记，用版要写唔出来，感动自家的歌曲，总也唔到心头的感觉。唉，但是知哦，难免唔伫和老板讲，出题伊，唔敢买有个世界要让来了强用笔记啦。呈现唔出来嘅世界，就等感痛嘅情绪被念出来嘅世界再搁写啦。也好，你需要嘅系一只好梦。P.S. 笔记用杂事哦，系生理反应，唔系心理，唔好乱用是非。讲的没错啊，谁水冇好嘞？气球公的脚跌断哦，要住院开刀。好，我准备一下，我马上过去哦，谢谢。气球公，阿瑞啊，迄气球公哦，在医院的哦，哎哦，爱去医院哦，带紧那个。哎，我卡哦，那中等条的地方哈。哎，唔把个事情变个衰爆当讲啦。哎，对啦，好，做唔对，我出门了哦，来。包租婆哎，我给包租婆。做咩啊？
你敢去爱去参加乜个变装的 party 啊？啊？不过你的操行哦，其实喊你嘞。我冇假啊！迄市长讲去叫我伫团体的啊，哎呀开刀嘞！哈？人家市球讲，敢要请严冲啊？唔伫诶，我去学长会伫啦，好啦，然后再让你打电话啦吼。哦。哎，宋啊，你唔记得了？你还要做个阿仙老父的媒人婆啊？个二毛菜婚礼要用个啥喏？细年哦，分家啦，还记得拖一只婚礼吉时哦，再来结婚啊哈。哎，还有啊个民俗嘞，要用个啥？哦，我要请春春先生来吼，带今年没问题啊。哦，记住好啦，哎吼，还望老祖公得天呢。啊，迄陈春先生啊，来听说哦，唔好欺负人家，迄铁这位条路哦，唔好本记做点嘛，点嘛啊？啊，对啊，对啊。好嘞，好嘞，好。嗨 ，Good morning。哦，笑笑。漂，谁买给你的啊？蓓蓓老师。哦，原来是一脸正经、十分严肃的蓓蓓老师啊。喂，你做嘛个人会讲到亲像暗暝年轻又难相处的样诶？俺没有温柔的一面啦。哦，咁要啊？方便让你讲一下嘛？假使哦，来老奶中英嘅人腔下，俺没老其他什么人腔用会使奶呀？使奶？你吼无可能啦，通人嘅神通吼出现的啦，莫骗人啦，伊根本吼都唔会。会，俺真见会。唔信啊，俺做本款哦。阿瑞哥。哦。蓓蓓老师是人。哎，你真年轻无聊哎，你又没改中英给你，俺做嘛该让仔呢？好啦，爱弟吼有一日啊，要发出心肝肚吼，都应该晒奶啦。做梦啊！俺真唔会做啥样嘅事情哎。俺老人讲哦，根本一来哦，纯粹迄个阿孙天数嘅，等个7Q 公出现，阿孙头去医院转来，俺就会天天拿点保护转去嘅。亲像无人问你，我来你去做乜嘅呢？你咁样一讲也唔清楚啊。你壮讲哦，亚今日阿基给我安排哆来咪去读幼稚园呢。哆来咪，我们去上学好不好？好哦，那哆来咪乖，我们把奶嘴嘴放家里面。不要不要。哎。不要。哆来咪啊，全年做嘢學校都本期去啊，有乜咁問題啊？上課全年在，唔會吃到真奇怪咩？哼，有乜咁好奇怪啊？哎，有個人啊中意戴帕鏈，有個人中意戴金子，還有個人哦中意戴3萬嘅。哆來咪中意全年做，有乜咁好奇怪？哎，我點都知道啊，佢老朋友哦，真經親無教養嘅，佢嘅裝飾品哦，真有創意啊！這麼給人家把你貼喺度啊？算了啦，哆來咪來，我們把背包背好，我們去上學。手手這樣伸過來，好不好？好，我們跟阿磊哥哥 say goodbye。來，哆來咪，拜拜。拜拜。先生。哦，你好啊。哎呦，玉蘭花啊！歹勢啊，我對咱玉蘭花美食吼過敏呢。先生，唔免啦，行啊，唔免來買玉蘭花的啦，我迄來尋人的啦。尋人哦？尋乜嘢人啊？迄唔免哦，有一個讀高中的細妹，按到馮怡文，佢聽一個世代，係咪帶你哋啊？歹勢咧，你係銀行嘅運勢啊，我無方便同你講啊。哎呦，先生，拜託啦，聽數一下的啦，我屋卡真係有要緊的事情都請佢，請我你用來見下問問好冇？
竟然用个客厅也要开问问，迄啲安尼个民俗啊？伊吼头家2-3日嘞，那迄只个征信社请的啦，拜托啦。啊，还请征信社哦？感觉是恩妹都按严冲。阿里哥，冇嘅事情啊？冇啦，叫你请人的啦。先生，拜托啦，拜托一下啦，不卡这个有要紧的事情都请记啦。哦，哎呀，好嘞啦，为咗尊重银行吼，我先带一只天花哦。好啊。真给你白露咗呢？阿生，你看我都规划好了，房贷、车贷，还有我们以后日常生活的费用，只要不超过我的预算，结婚后一定没有问题。我你还真细心呢。可是结婚要花一笔钱，我的钱还不够。不够的钱我拿来了啊，那天电话就跟你讲过了，不要担心这个啦。那就好。哎，阿生，你看我们家以后布置成这样子好不好？你喜欢就可以啊。你看哦，还有。给问问啊，每日2日3日就歇咧啦。哦，安尼。冯太太。嘿。你要请给问问哦，都要了解啦。了解咯。了解。感谢头家。啊，唔会。妹妹。他怎么知道我在这？开门公安，你利用吗？我看我要不要先躲一下？为什么要躲？我们又没有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。你要等我讲话，不要太冲，好不好？开门公安，你利用吗？文文，你开门公安，你利用吗？文文，你老要怎么给？文文，爸不偏诶，你听下转去好吗？阿爸用你最好啦，你懂奇怪呢？阿爸不偏，唔去照顾佢，行路一片人啊啰啰嗦嗦，看到眼中去做乜嘅？文笔这样，跟爸爸妈妈好沟通一下。她还不是我妈，我妈早就死了。讲二條用晒係一個柴蟹啦哦，應該要追走啦，咪去田兩米產品嗰條啊。唔是啦，佢真唔想攞佢好死嘅。文文，唔好安尼啦，也爸不偏诶呢。听下转去好冇？佢成世都要死呢。文文，也冇去做戲啦，趁出去。唔好安尼啦，听下转去好冇？你同丁元鬧呢？你走啦，你走啦，你急走啦！用板啊！你嘅神經哦！演啊！讓聽下轉去啦。出去，出去！媽，用我條入邊。阿勇講落，你都係太子嘅阿妹哦。係啊。哎呀，也係個熟咪就錯啊，見認定嘅。哎，你太子個頭下都唔是咩都冰冰薄薄嘅啊。誒，等下，姑嫂你都係問問的是阿妹哦。佢唔係阿妹，係阿姨。姑嫂你從頭到尾都第一眼問人哦。錯啊。唔怪你根本愛嗰條奇怪嘅問題。你一開始都會用個конser化嘅態度嚟入邊係咩？你一承認哦，馮飛是唔剛剛暗強，嚟搶氣。會啦，文文，你同阿姨轉去好冇？你剛剛問佢法律講嘛，這個他最近係愛聽人轉去，做咗人講愛冇得轉去咧，佢都冇全部開地方轉去做乜嘅啊？嚟老人講，嚟28歲咧，嚟做得自家最賺水愛自家嘅家庭。來啦，先結婚，唔中意就讓阿爸按樣講。文文，難說咩？你按樣對事情也冇碰觸。佢冇按下開下嚟求嘿，拜託啦，拜託，停下轉去咩？媽，你做乜嘅按摩真摯嘅講法啊？
文文，阿姨拜托，同我在意啦。先读高中读的，将读太好，等太好都等我谈恋爱，做乜都冇相干咩？怎么都要等到太后再来谈恋爱啊？人已经讲过嘞，俺阿先结婚。阿成见人哦，我会做嘅事情，骗人讲到当坏汤的嘛。唔係啲嘅真學生失心瘋做人哦，佢係我男朋友，咩係我未來嘅老公，我自己係兩個嘅人，你阿八婆，我差唔多啦。講實在做乜嘅啊？講埋嘢八婆啊！哎呦，太子，我有客客的咩？好，啦，哎，太子。我已經聽人講咧，原來我無係你冇血緣關係嘅老妹啊！好在哦，冇血緣關係啊！老師出海啊！唔是誒，太子，我咪見人飛到嘅，老師講冇血緣關係嘅人。你求佢，啊唔知這都係飛到乜嘅啊？佢死人妹根本都唔插佢啊！做乜嘅打扮係想去牽佢愛咩？佢做乜心佢愛？唔愛離開佢，佢嘥求佢，即係喺心肝度，係都係做乜嘅啊？咁樣追集屁嘛！太子，太子，太子，文文佢很細漢，都同不開錢都條拿走誒，你還要走出來我背同一個細仔去鄉下，佢怕見到都不平誒，估上來。哪擺啊？莫講嘅啊！一世人都冇想喺底下嘅事情啊！太子。咁講，你喺心肝度請我問問未？你味道佢走落一位，有想過我嘅心情冇？你做乜嘅叫叫都按此時啊？阿妹哦，真嘅咩條蛇來了，不難做人的啦。我對唔起，我要弟，我對唔起，唔講我有我嘅難處啊。有難處？攞嚟講啊！你到底有冇嘅難處啊？佢唔啱形容嚟講咯，太子。喂。唔用啊！啊唔錯，因為冇去中意食飯，先咪記得先食完啲喎。等記得這樣啊，係做乜做嘢啊？記得？你講嘢咪老婆們啦？而家成年哦，冇想開個看到佢嘢啊！你哋三人有冇按此時？愛之時，公用嘅講哦，一規則事情哦，最此時嘅唔係愛嘅，係佢。小鬼啊，你敢有用同理心去想講人哋嘅情形？佢係富人家咧，佢當然有權利去追求自己嘅幸福啊！你幸福吼，可能未享受，不過正經嘅實在係成法啊，感覺佢愛用做。唔錯啦，咪新生法，哼！迄求嘅係咪阿姨嘅細阿妹啊？迄就可以愛新生法咩？哼！真經見笑啊！
我每次都也没减少啊。问问，你阿迄个妹，也妹已经现在了新的家庭，佢都解决新的家庭的问题啊。唔敢每次都也妹真勇敢的。我无知道啊。伊唔知道，迄因为烟摊期，烟摊期无用，系无？我敢无应该烟摊记咩？你敢有想过，爷爸带本爷妹嘅痛苦？爷爸哦，一日到晚都失痛，还留本爷妹哦，亏钱担的债务呢。你也总喺内面，佢敢做唔得无诶？敢讲爷妹无吃住钱，一千几自家幸福。姑说我爸唔错，也像我一承担咩？我咪只可以追求幸福，讲起完全冇留恋佢自家来嘅，佢幸福哦，係見你當我痛苦當過嘅，點啊？既然爸到佢都唔會痛苦咩？佢得到以上愛啊，係咪幾好痛苦嘅啊？太子啊，你爸到一生嘅，做啲老事情做到清楚咩？你爸到爺妹唔會為到爺嘅事情怪佢自家咩？佢冇表現出來，可能以為佢唔會處理。太子家對人唔係生命嘅。我冇咩生命啊！好啦，你哦繼續研談，跟爺嘅事情就差唔多啦。不過我有一句話要送俾你，你一日啊冇飛開煙灘，你一生人都會被煙灘肯定下。過後你要蠻歡喜過日嘅。阿舅啦，我暗藏哦，心意讓你表弟彌補路順通咧。阿磊啊，你一次买那么多箱泡面是要拜拜哦？可是最近又没什么要拜的。哎呦，不是啦，我婶婶啊去医院照顾七舅公，我又不会煮饭啊，只好买这些泡面啊给小鬼吃嘛。春姨去医院哦。哎，你怎么看起来好像很开心啊？你误会我了啦！七舅公受伤，我怎么会开心？我这个人就是这样啊，越难过表情就越快啦。很多人都误会我呢。哦，结账啊。哎呦，不用啊！你怎么可以给小朋友只吃泡面？这样营养会不够呢。何况他们都还在发育。哎，那些小鬼有泡面吃啊，就很偷笑哎，拜托。哎呦，阿磊。你真是太见外了啦！我们都是自己人啊，有事情本来就应该互相照应啊。以后这种事啊，你跟我橘子讲一声，我一定挺身而出。之后啊，你们民宿的3餐包在我身上。真的假的？你要帮我们做3餐啊？何止3餐，还有洗衣、拖地、打扫这种小事，难不倒我的啦。那怎么好意思啊？3包，这些小事你不交给我做，我才会生气嘞。哦，哎，那太好了。哎，我刚好有事情啊，要出去办，那民宿就请你帮我打点啦。好，什么都可以交给我。好，拜拜啦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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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对啊，记得。拜拜。哦 yes， 终于可以跟阿磊同住在一个屋檐下了，真是太幸福了。泡面。哎。你之前被反对哆来咪全年做的没？啊，做乜解你喺哪里买新的啊？莫得理不饶人哦。哇，你俩几番哦，严重的呢？俺意思讲哦，也很细心哦。今后你就压个意思哦。当然咩啊！
老师老人讲，俺汉世的世界虽然没有全数字工的习惯哦。俺没有，为到见俺嘅坏习惯，还是到俺嘅数字工方5万斤油啊，辣椒酱给掉的哦。俺没有，真嘅很甘呢。不过大8岁前，俺就会不得不过的全数字工，加上班呀哦，所以得莫被俺们掀起来逼做国嘅。后来咪唔抵用诶，佢坏习惯自然就冇咧。古说啊，某个事情哦，吃盐都好嘞嘛。假使哦，连全年做老数字工都做唔得，啊，个吃盐嘅人哦，唔应该要做去冲杀他咧。也係啦。你确定你俩睡得过后，真嘅唔会继续全数字工啊？你冲堂啊，所以讲哦，你韩式的世界特别喜欢当人标记的西风毛，上都也好，你还会偷偷当西美人嘅西风毛？当然唔会啊！我俩好，较中意戴点风帽诶，看西美人啦，做粉色嘅性感内衣。变态！应该有啦。有冇嘅？粉色嘅性感内衣啊！我做乜嘅人講變態？講下啦。真係很無聊小姐，等我弄把車。看你那種反應哦，挺抽油哦。真的很變態。总共是169元，请问是太付账还是先生付账？哦，我的钱哦都被我老婆管死了，当然是我老婆付账喽。好肉累。想闭上眼睛，微风在轻声细语，唤醒心中那些沉睡记忆。花瓣铺满了一地，就像往事的脚印。我终于又回到这里，大海让我拥有蓝色的勇气。不用怕洒散了一天的雨，洒散了一天的雨，不管还会有多少风雨。是你陪我欢笑和哭泣，一起守护着许下的约定。不用怕洒散了一天的雨，洒散了一天的雨，不要害怕暂时的分离。书把松开的记忆，有一天我们会在花树下相